你来欣赏我涂的作品，还有佢新品的内容。第一本就是亚细亚孤儿俩出版，就讲亚细亚孤儿吼，台湾文吼经典中的经典啊，去展现吼一下体咧。那本书讲乜呢？佢讲吼，人家台湾人的形象，第一本的长篇小说啦。我说，其实轻重要，台湾人系乜解？系台湾人，台湾人系乜解？台湾人就会故意无野无爱啦，无人识啦，乡语的强语的什么原因？就很简单你嘅形象真薄啦，真丰富完整，还有俩语言啦。就讲咱台湾人俩故意的形象都掠下很顺彩啦，佢嘅性格咪系像故意咁样啦，持币啦。台湾人体会每本东西的日本啦、中国啦、新人嘛，掠下咧世界全部新人已系只独立的国家啦。胡志明掠下讲俩主角当然改名胡台铭啦。因为佢阿公土鸡人一方面学韩文，一方面基本感觉到日本大陆的进步的文化咧。后来胡志明在共学校有考试的时间有遇到了日本的唔教师啦，内田久子。不过咧内田久子险嘅台湾人，对比一只台湾唔欣赏，我。对胡志明有好感啦，佢亲爱接近了胡志明，那胡志明感觉随我感觉亲闹啦。